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7日。何西阿书6章30安尼讲：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。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得土地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尽力来认捌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用智慧甲权能创造天地的真活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称赞学了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主啊！愿观看你所造的天，甲你所安排的月亮甲星辰，其中所充满的是遐尼奥妙，是阮无法度明了甲测度。主啊！阮常常靠家己的才调来管理你的所造，总是也常常因为家己的骄傲来失败行袂路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再谦卑家己，互阮尽力追求来认捌你，你就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阮，亲像春雨润得土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